主后2025年11月16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尼希米记》13章第49、第9节。这个代志以前，管理咱上帝圣殿府库的祭司以利亚实甲阿文人多比亚真有交情，就为着伊准备一间大经房。这间房间以前伫收藏素祭、乳香、圣殿的器具，以及照规定供给利未人献祀的守卫的五穀新酒甲新油的1/10，以及牙权献予上主归予祭司的物。这个代志发生的时，我无伫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四世32年，我倒去王遐。过无偌久，我阁对王请假。我到耶路撒冷，才知以利亚实所做的歹代。伊为着多比亚伫上帝圣殿的埕准备一间房，我就真受气。将多比亚所有家具拢挾出去，搁命令人去洁净房间，然后将上帝圣殿的器具、素祭甲乳香搁搬入去。尼希米的改革，当有人咧讲，想要买厝，需要伫落大雨了后。入去厝内，逐位顺顺的，看有倒位有咧漏水的问题。风台有时阵也是检验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及政府团队应变能力好歹的一个试验时机。也会当看到当问题走出来的时阵，较清楚。知影讲倒位需要搁加强，避免犯同款的错误，也通防止避免伫下一回发生同款的灾难。这回风台造成宜兰淹大水，阁有一间民营的旅馆正做大水中的安全岛，水无去互淹入去，因为头家知影因所在。位置较低，所以有提早做防水帮。伫落大雨时，就事先将帮炸挡掉咧，就避免淹大水的恶梦。总是这个代志伫新闻媒体报出了后，才知影讲即间民宿也是违章建筑。所以毋但爱罚钱，阁着爱排拆除。伫前无偌久，越南也因为风台缘故，即个淹大水总是伫顺化有一间永旺的购物中心，无去互大水淹着。即间的购物中心为虾米会当安然无代志？因为日本头家伫要去超市以前，伊有先做功课，调查过去伫30几年中间迄所在淹水上悬的水位到倒，所以伫咧整地的中间有吞土吞加真悬，才去超市。也因为安尼会当来闪过淹水的天灾。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尼希米记13章。伫遮咱也通看到尼希米面对当当时耶路撒冷的政治、社会、宗教遮的问题，伊安怎一直来排除克服遮的难题，打造一个改革。清新的新时代、新环境，互以色列的新社群通各尽本分，
安心立命，敬拜上帝，甲诚侪上主所喜爱疼惜的子民。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13章1节到第3节，讲到甲外族人分开。迄日是咧指因举行奉献耶路撒冷城墙的共迄一日，因有听摩西律法册的教示，有读到早前以色列人伫出埃及要入监地以前，亚扪人甲摩押人毋但无好款待因，阁毋准因对因的地界借路过，而且阁请假先知别人咒诅因，也害因犯罪。所以摩西的律法有记载，亚扪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加入上帝的会，因为这个缘故，因就将以色列人甲外族人分开，无搁再有交叉。第二段伫13章1节到13章的第4节到第9节，洁净圣殿的大经房。典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以色列主要的对立之一多比亚有深交。多比亚是亚扪人的省长，也是领袖。有一摆想要破坏、阻挡以色列人重建城墙，也要设计要陷害，也是谋杀尼米。以利亚实趁尼米倒转去巴比伦皇宫述职无伫个期间，公然甲圣殿上大间的房间，也就是用来收藏圣殿的器具，甲献祭要用的素祭乳香，以及献予利未人的1/10的物件收藏的仓库，拨予多比亚做办公室兼客房的使用。尼米转来耶路撒冷，知影这个代志，非常生气，就命令人将多比亚的物件拢挾出去，洁净房间，然后恢复原本收藏圣物甲献予利未人10/10仓库的用途。第三段伫13章第10节到14节，重新照顾利未人。圣殿伫尼米无伫地的期间，犹太人无好好照顾甲疼惜利未人，无供给予因教业生活的需要，致使利未人为着生活的缘故，倒去田园做事。因为安尼，尼米知影这个代志，就赶紧组织利未人，予因恢复职务。上时阵也指派会当信任的祭司甲利未人团队，做伙经办负责照顾利未人的生活。人民搁奉献10/10的土地的土产予利未人。第四段是13章15节到23节，严格遵守安息日。原本伫安息日，也有犹太人伫做工，也是载物件入去耶路撒冷做买卖。搁有亲像泰尼人等遮个外族人，也伫安息日带物件入去耶路撒冷做买卖。若是尼米严严禁止，无论犹太人也是外族人，拢袂当伫安息日伫耶路撒冷来做买卖。严格遵守安息日，也增加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整修好，所以城门就诚侪会当有效管制人员甲货物出入的管制口。第五段13章24节到31节，重新禁止甲异族通婚。咱伫以斯拉记第9章到第10章，就看见
以色列去当阵怎样来处理遐个流放转来的以色列人甲外族通婚的代志。伫经过20-30冬了后，上可能的代志甲问题又搁再发生。因甲非利士人、阿文人、摩仔人通婚，甚至生出来的囡仔竟然有一半干那会晓讲外族话，无会晓讲家己的族语，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阁有大祭司的孙做以色列人主要对敌荷伦人，也就是即个撒玛利亚人三巴拉的囝婿，即个真正是价值观念完全错乱。尼米就将伊赶出以色列的会中。咱通看到大部分的圣经拢翻译受赶出的是大祭司以利西的孙，毋过现代台语版的圣经翻译是大祭司的囝耶和亚大被赶出。最后，尼米讲伊完成，互以色列甲外族人分开，会当归主做圣，也互祭司甲利未人会当安心来执行因各自着做的职责。尼米记到这做一个结束，咱下回继续要讲以斯帖记。尼米13章对咱有甚物教示？第一项咧提醒咱爱严防内鬼通外敌，内鬼通外敌。咱咧读以斯拉记甲尼米记的时，会发现当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有人想要甲代志做好，总是也有少数人是踮伫后面底扭后骹，专做一寡互人痛心佮受气的代志。即其中上较严重的是位高权重、佮有影响力的领袖带头做无应该做的歹代志。今日的圣经利未记13章就记载，当当时的大祭司以利西所犯其中2桩歹代志。第一项就是甲以色列主要的对敌阿文人的领袖多比亚结盟。伫你兄我弟亲好好的中间无呾紧，佮甲多比亚安排圣殿的一间大间房，做属事的接待室，彼此之间也经常有联络。这就可比伫最近伫咱台湾的国民党新主席伫祭拜以前上届大尾的飞碟，以及咱刘汉年的院长，毋管也毋谴责中共咧做世界流氓，颠倒咧指责咱的总统是家己破病，叫人咧食药啊！这也真正是价值观严重错误，真离谱。摩西的律法严严禁止阿文人甲摩仔人进入上帝的圣会。大祭司竟然公然为以色列人的对敌，也是阿文人的领袖多比亚准备一间大间房做伊的招待所，这实在是真毋是款。无怪尼米知影，就将多比亚的物件摕出去，也清起圣殿的房间。这也互咱联想到后来最后所清起圣殿，毋通互伊成做插手的典故。其次，以利西伊的孙带另外一个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荷伦人，三巴拉的查某囝做某。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歹代志，因为一来这违反祭司袂当带本族以外女子做某的律法规定；二来伫因的时代有严格的婚姻禁令，袂当甲外族的人通婚这个禁令。这个代志
受赶出的可能是大祭司的孙，也可能是伊的囝，也好也大，做老爸爱有较大的责任。总是大祭司也因为安尼，满面全豆花，无光彩，搁见笑。为了对得，毋管是开小门还是开大门，这拢是真愚蠢搁不忠的歹代志。尤其做时代、做领袖的，爱特别谨记甲警醒。第二，伫遮咧教咱着独独敬畏甲敬畏上帝，敬畏甲敬畏上帝。大祭司甲民间的领袖原本是应该互人敬重搁尊敬的人物，毋过当因的言行举止行做，若走精离谱、歪错的时，应该先甲因苦劝、警示甲制止。若还阁毋听毋悔改，就需要帮因打动，甚至爱请因落车落台。伫社会团体中间，甚至教会中间，大部分的人对做毋对代志的人，尤其是做领导者犯错，往往会选择恬恬，也是冷处理。有时阵甚至会强迫受害者、甲加害者、霸凌者回失的，惊伊得失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圣经中讲，上帝是孤儿寡妇、弱势者的上帝，是为着因伸冤、心中正义永活的真神。上帝也爱咱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相甲行，所以咱爱勇敢壮胆，独独只有敬畏甲敬畏上帝。咱毋免惊互歹人也是恶势力欺负反驳。使徒行传第4章19、20节讲到彼得甲约翰使徒因受领去到伫犹太公会的所在，使徒伫遐讲，听趁恁才对，也是听趁上帝才对。伫上帝面前，恁家己判断。阮所看到、所听到的，袂当无讲。尼米虽然伊有遮个济的人情压力，毋过该讲该做代志，伊也是秉公行义做处理。第三，伫遮咧教咱讲，咱爱为着信仰来画一个明确真理的底线。咱无论上路是行路骑车，还是驶车，咱拢着遵守交通规则。若无出事故，有时阵代志就真大条。交通规则就是大家拢着遵守安全的底线。尼米碰到当当时犹太人毋认真遵守安息日，伫安息日搁要搬运物件入来耶路撒冷做生意，尼米就三心五令严严禁止犹太人毋通犯着安息日，免得互上帝搁发受气。当然，也有奸巧人想讲，既然安息日的诫命是针对上帝子民所设的，那呢外族人就无在此限，所以就外族人也利用安息日要入来耶路撒冷做生意买卖。尼米就下令，伫安息日的时，将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门关起来。毋管是犹太人还是外族人，拢着遵守安息日，袂当做生意。若做生意的，一律掠起来关。就安尼，强制大家遵守安息日，分别做圣。对安尼，也互咱一个提醒甲学习，咱对信仰着爱有清楚的认捌，甲知影
真理的底线伫倒位？咱通甲咱的真理毋通透然甲伊辩驳，也是甲伊放低标准，也是甲伊负调互伊气角，迄是危险的代志，也是主所无欢喜甲咒诅。土石流、水崩山往往是对真细细的破空的所在，伫遐慢慢冲就到落尾，规个灌落来。尼米记13章讲4摆求主纪念，3摆是求上帝纪念尼米家己所做，求上主施恩怜悯。另外1摆是求主纪念大祭司以利亚实伊的家庭所做的歹。愿主纪念咱所做的好事，也互咱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亵渎者的位，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咱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伫即个圣安息主日，通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伫遮来敬拜，互师做礼拜。阮嘛献上感谢祈祷，互阮也伫即个尼米记13章的中间，看见尼米面对当时以色列社会所发生的这种种的乱象，伊怎样秉持着信仰甲良知来做改革的代志，也豆豆克服遐个难题，来达到成功，互以色列社会也会当成做一个疼上主，也是主你所疼的信仰的团体的社会。阮也求你帮赞，互阮也用信仰的良知来参与伫一切这个社会甲教会的事务，互阮也成做主你所使用欢喜的器具，献上祈祷，靠主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